世界万行代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那么这2天，大家唔知有关注到美国甲中国关系敢若咧改动吗？这是美国总统讲对着中国的关系，伊家己讲会改动，但是在 G7 的公布当中，讲要来稳定台海，无放松。一边是强硬，一边是放楼梯绳啊来放。也有台湾应不应该有这个所谓佛祖的保护伞？到底因是讨好来变高人，也是真实真意来对台湾？首先，小介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是东海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林祖立。主持人、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那么第2位是咱国政基金会咱的这个毕业的政见小将易中基易小将。主持人、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第三位是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李老师。主持人、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那么第4位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蒋志东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那么首先呢，和大家来观察讲，美国在中国驻美国的大使，这个位呢已经空了4个月。新任的中国大使呢，谢峰在美东时间5月23已经去到华盛顿来就任。那么普遍认为讲，这是北京向着华府来释放讲咱要来落软这个信息。但是咱来看这个图表，这个图表当中吼，其实有一寡这个小可的这个迹象吼，咱来看，这拜登吼在 G7 的时候来讲中美关系在非常短的时间，佮特别讲哦，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会来缓和，这是头一个。那么中国的信号一方面呢，讲这个新就任美国的大使5月23要来去来赴任。另外，美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金正光啦，甲商务部长王文德在5月8号、5月11号分别来见到美国驻这个中国的大使。这种种的迹象来看起来，这看起来是中国先落软，还是双方面先讨好吼？咱今日邀请到4位来宾吼，首先你要请这个林教授来跟咱讲，因为对这个代志，咱台湾上惊的就是啥物？就是讲恁两边拢讲好咱台湾人踮咧边仔咧算刷无得算，讲无角色，到底这情形是啥物？林老师，感谢主持人来问这个最重要的问题。其实咱台湾人都是较无自信，惊去用放杀。我感觉是袂，因为即马甲以前无共，顶一遍。美国人甲咱放杀，是因为伊要甲中国要做朋友，要对抗苏联。即马中国比苏联更加牛，更加厉害。说来，所以伊无可能在这时阵佫无爱台湾。毋过咱爱了解一件代志，美国的贸易甲台湾的贸易拢共款，拢需要甲中国合作。这个合作呢是最要紧的。所以美国的一个伊的外交政策其实受到伊的利益团体影响足大的。即马美国人伫中国做生意的，其实离开的足侪。毋过因为是快乐的离开，是痛苦的离开，因为中国的市场实在是伤大、伤要紧。因足重视伊的消费市场，所以我嘛爱了解讲美国人为虾米爱甲中国好。其实即摆我看起来是美国人对中国放互软。为什么呢？咱看这个大使，这个谢大使，其实伊是一个足强的强硬派。伊正前伫做副部长的时阵呢，伊是派香港的，派香港的，而且是足有名的强硬派。所以为什么要当4个月无互伊就任，都是因为伊是强硬派的。即马过4个月，要互伊这个机会，就是拜登讲的，要开始要解冻。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，其实是美国人较落软，毋是中国人落软。我感觉拢有看起来是
一直美国人讲要见面嘛，啊，美国人一直讲吼，指向要缓和嘛，啊，中国人的话佫足硬嘛，所以我感觉对我来讲，我看起来即届其实美国有伊家己的经济压力，啊，而且吼，咱嘛袂当袂记咧，即嘛吼，因的贸易额数字一直去悬起来，啊，当然啦，这甲通货膨胀有关系，所以伊的金额一直悬，啊，甲别个国家比起来，伊甲中国哦，其实较慢一点嘛，所以咱来了解，这个关系吼是足复杂的。不过吼，无论安怎复杂啦，即嘛美国甲台湾咱的关系是白做伙。好，这就两项代志，这一个就是讲，头早林老师讲美国人较柔软，但是这我来请教这个邱老师哦，啊，到底是啥较急？来。其实我的看法甲迄个林教授小可无共哈。第一个，伊头讲迄个美国人放杀过迄个咱台湾吼，其实迄毋是放杀啦，迄是1972年吼，迄个尼克森其实迄个时阵是要做政策的转换，要联中制俄，哦，阶段性伊的战略目的啦。啊，其实嘛毋捌放杀过台湾啦，伊嘛是同时甲中国迄个缔结外交关系的当时嘛，是有成立这个台湾关系法来继续保护台湾的这个安全的利益啊，吼。所以讲，美国从来毋捌离开过咱台湾吼，这第一爱先定亲的啦。那另外一个是讲，我的看法是认为讲，中国一直甲甲美国吼，因为贸易冲突以来吼，一直想讲要强硬的姿态，战狼的外交。所以切断了各种美国介意的所有的热线，所有的这些沟通管道。像那这个时阵，忽然间这个姿态去放软去吼，尤其一些放软啊，甲迄个拜登的预告之前，咱来看伊最近阿强啊，大陆啊，中国啊，对于咱台湾的这种政策，伊武统的声音，咱看足明显的，为你个所谓的讲啊，要讲武统啊，迄是戆人甲有讲啦，啊无个别有用心啦。佫无甲404呢，啊无毋对啊，啊佫来讲吼，啊即马若要武统吼，中国哦，视线作战呐，即礼拜毋是讲，另外伊内部佫公布民调啦，迄个中国第一届公布即个民调讲，迄个赞成用武统的只有55%。战胜支持讲维持现状的58%，咱来看，这是中国伫释出什么信息啊？迄个美国，其实就是讲吼，阿强啊，即马退让去美国甲台湾，希望的暗暝的维持现状啦。伊进前哦，因为认为拳头霸东升西降啊，美国弱啊，所以一直想要迄个取代美国。变为迄个世界强国，世界强国啊，游戏规则伊要来定啦。啊，不过问题即马吼，毋是美国弱下去，即马是吼东升西降，即马解说是讲，即个日本哦，G7开好吼，日本的国际地位吼，哇，撑起来啊！啊，中国哦，迄个经济啦、军事啦、外交啦吼，这样拍甲密密麻麻。所以即摆东升西降哦，习近平的东升西降爱重新诠释啦，吼。我们能来看讲，现在我是认为讲这是阿强放软哦，因为咱顶礼拜迄个美国甲通过迄个台湾团结法案，台湾团结法案，即摆拜登还未签署啦，即若签署过，这就是叫做一中一台，哦，台湾中国无代表到联合国，联大无代表台湾，这是真严重的代志。你讲。以大陆目前，伊知影美国内部的政治是这么坚强的支持，迄个支持台湾。伊免讲，伊即摆嘛爱紧的甲美国讲，伊即摆无大使到迄个美国的华盛顿 DC 吼，伊一拄话语权拢无，这是对伊足不利的。所以讲，这嘛是讲拜登啥来预告，讲足紧的有可能解冻，个因为。迄个到任国师爱拜登签名嘛，拜登有签伊免讲，伊嘛知影讲，我即摆已经同意你来啊。所以余将军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已经听三空啊，是你要来互我教啊，歹教啊尔。无毋对，毋过吼，咱讲实在啦，中国嘛毋是讲遐尼戆啦。你看伊中国伊即摆伊迄个政法委陈文清，即摆人就都
俄罗斯啊，对，看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秘书会的这个秘书长Patrushev 这个人，2个人现在在开秘密会议。唔知咧讲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阿强啊吼，甲美国甲北约的成员国讲啊，你若无让啊吼，若无搞要搞逼加吼这个死角吼，伊就是啊，规个军事去帮助俄罗斯。啊，即嘛毋是讲乌克兰都遭遇 G7，就是要准备要春季的大反攻。哦，这春季大反攻，对，俄罗斯即嘛。全世界认为就是早晚时间的问题尔啦，一直失败。问题就是阿强啊，若要伫后壁甲支持吼，这个吐个久哦，这吐较久。所以讲呢，美国嘛是这个时阵抓准准讲吼，嘛袂使讲吼，甲逼啊死死，规个逼伊咧，甲杀伊咧俄罗斯一边，安尼整个俄乌战争如果拖越久，北约吼当然是不乐观。两位拢讲到讲美国甲中国讲互相敢跳探戈啊吼，有相当的这默契啊。但是咱吼，如果对我来讲吼，对咱台湾人来讲，咱若是讲无自信而已，遮简单啦。就是讲台湾的利益在哪里？李老师，可是啦，对于咱台湾来讲，咱上惊就是讲吼，这个美国甲中共吼两个合作，比如讲因来管制台海。因为管制台海，比如讲咱台湾两边都无法度得罪，因为你得罪一边，可能两边合手来拍台湾。迄当阵比迄当阵的时间，迄当的教训，大家应该即马搁足清楚的啦。所以讲，即马对咱台湾上好的好处呢，是讲甲美国有维持一个合作的关系，甲中共、甲大陆迄边呢，维持一个互相谅解。这个默契互相谅解，伊无来谅解咱，咱真谅解伊呢。当然啦，对于中共来讲啦，你只要吼卖收超价，对因来讲是讲，你卖讲明个甲美国合作，你来围堵，你来围堵稳。吼，你卖讲明个讲你甲美国、日本还是其他的国家合作起来。联合起来要搞老师，你安尼，咱就要讲什么定义之下，叫做咱明的甲伊来合作。譬如讲，咱甲这个兵役延长这1年，算作是合作吗？伊要互咱武器，咱甲讲卖，你卖互我，敢是安尼？我当然唔是安尼啦，主要是讲吼，你甲美国、甲日本吼有明显的军事的交流、军事的合作。讲一句简单的，就是讲你若联合演习的时阵，这对于来讲，这就是红线。所以为什么美国因这边会直直足势利的？大家拢知影嘛？美国国会当年通过迄个美国迄个国防授权法的时阵，内面拢有一条讲国会意见，就是讲希望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去参加环太平洋。军演问题当年拢无，为什么无？其实大家拢知影，美国国会其实因即马即派吼，其实正因其实为头到尾其实拢足挺台湾。国会来讲，美国国会来讲，问题咧，你国务院来讲咧，因政府行政部因是也未到上下尾一个，因是无法度安尼做，因为因无法度讲想要做啥就做啥，伊爱去顾虑到讲中共会安那反应。那照李老师你安尼讲起来，其实咱就还好啊，咱就一直拢还未打这个红线去啊。这确实啦，所以对于咱台湾来讲，咱只要甲维持这个甲美国这个合作，这个合作咧，咱莫去打掉。安尼，咱就咱就下课啊。其实对于我来讲啦，这个所谓吼，即马中共对台武力威胁，这个吼，其实拢无到外面大家宣传讲当时拍，定美国国会也是讲迄个军人还是退休的官员，定讲2025啦、27啦，什么？其实对我来讲，其实都无遐简单。为什么？对习近平来讲啦，伊只要台湾卖去走去，对伊来讲，只要伊控制会掉台海这个情绪，伊控制会掉，对伊来讲，
你国安外面啊，讲我要安怎拍，我安怎拍，我拢无咧插你，因为吼战争伊嘛知影，战争伊爱开足侪钱，伊若经济无起来，伊要安怎拍？第二个，伊家己其实嘛心内知影，即摆甲即个中共的军队，即摆甲美国无法度拍。伊对伊来讲其实无抗战，大家免纠结。大家拢知影，伊其实无法度拍，话会话，因为话表示讲我敢拍，我敢拍，敢只会拍，其实有一个。好，安尼我请教姜老师，你有同意李老师安尼讲？我想吼，红线，咱讲红线，哈，红线人要安怎画，咱嘛唔知啊，对无？伊今日讲安尼，明仔讲安尼。那就李老师讲，有一条是绝对无唔对的，讲要统一台湾啊。所以讲对阿强来讲啊，你无赞成统一，拢是台独啦。我讲较白，讲白话就是安尼啦。你要有这款的了解，咱再过来看，咱要甲阿强啊要安怎来合作。啊，无你看蔡英文，因即马就讲蔡英文以美谋独啊，你要参加 WHO， 这叫什么？以疫谋独啊！安尼话拢伊在讲诶，对无？所以讲啊，阿强要安怎讲？阿强红线是安怎坦白讲啊？咱无法度影响。我若真天真来讲，若美国拜登你嘛做好心，你去甲阿强啊讲，你嘛唔通安尼手势举较悬，唔通来检，唔通啊这，敢有可能？我看啊，这嘛无啥可能啦，因为我甲你讲，伊的底线。就是要统一台湾啦，只有文统跟武统两款尔啦。好，你一定要有这款的了解，你再来看要安怎甲大陆要来甲伊计较。对，另外你要看清楚，敌人是啥人。安尼咱要望讲拜登，你甲伊改善关系，来改善咱甲阿强的关系是无可能的咯。有限，都像拜登就。很清楚的，在两岸关系有的两条线，一条线就是支持台湾，另外一条线就是美国的一中政策，维持一中政策，这两条线，伊讲这是伊的基本，伊就是讲这是阮美国一共基本政策，两岸政策，不过这内面就趣味啊，你支持台湾，你支持到什么程度？像刚才李老师讲的，按军事演习，算不算支持？对美国来讲，这当然嘛算一个 option， 一个选择啊，对不？你若叫我伤过分，我派官员到台湾的层次就高一点啊，我跟台湾的军事合作，就明显一点啊，像前一阵子根本是报道我在报，美国其实已经派那个他们的人来训练我们的国军了嘛，这当然，一定是。特别把它爆出来的嘛，所以就是说，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压力越大，而且想要所谓的片面改变台海现况的话，当然美国他的态度支持台湾的态度就会越来越高。那时候他支持台湾的态度越来越高，譬如说甚至要找我们去参加演习，其实我们一直很想跟他参加演习啊。你讲参加演习，阿强袂欢喜，阿强袂欢喜，阿强袂欢喜，咱什么代志拢要做。阿伊若真正招咱去，咱敢通好去？咱当然嘛去啊！我个人的看法啦。好，因为以后那真正美国那边真正两岸那拍起来，这当然绝对不是咱台湾问题。我代表我一定是安尼。迄当阵美国那边入来，咱要安怎合作？你当然。还未见之前，所以你都爱先联系吧。基本上其实渐有很多都是台面下的一些事情，咱唔知。不过即摆讲，就是讲，他可以适当的根据你中共你嘛做新闻超过，伊就把你资讯给你绑着，甚至就是加强台美之间的一个军事合作。你讲安尼是挑衅。为拢阿强咧讲，你阿强若无欢喜，讲什么无欢喜就无爱做，你什么代志嘛免做啊？敢毋是安尼？那安尼我就请教林老师吼，那是照姜老师安尼讲，就是讲，其实咱甲美国这个关系还搁咧进展。那么一方面，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嘛有可能会改善嘛吼。咱是要安怎中间要安怎抽提？
是那尤其咱国内吼，伊个两边相当无共款的意见呢。啊，这是要安怎抽摕？就是讲啊，咱是进一步也好，还是退一步也好，在你感觉？像咱拄仔伫讨论啊，即马美国甲中国因关系要变好，哈，毋过本质是无变的。本质是啥？因两个是竞争的，这咱爱了解。伊要改善，毋是讲我输啊，所以我只好要甲你做好朋友，毋是，是因为经济有需要。因的本质，所以啊，因的迄个定伫讲啥？即马美中是伫竞争。所以呢，爱合作就爱合作，爱对抗就爱对抗。啊，经济贸易的部分都是合作的部分。啊，但是呢，迄高科技、迄半导体、迄无咯，迄个无共哦。啊，台湾嘛无共，台湾嘛袂当讲都放煞，对无？啊，南海你的扩张，我嘛袂当接受。所以啊，毋过即个咱有问题、有竞争，迄无毋对。啊，毋过咱大家日子拢爱过，你嘛爱过，我嘛爱过。所以我感觉吼，美中的竞争啊，一定爱甲以前冷战共款，一定爱有分出胜负。啊，毋过这条路会是足长的路，因为两边的迄种不信任已经无法度救啊，无法度改啊。你看即马阿公哪有可能去信任美国人？啊，美国人哪有可能啥物拢听阿公的？我就是要做生意尔。啊，我的经济爱顾，啊无伊后盖要咱选举。咱民主国家，咱是爱选举，爱救经济。老师，啊安尼吼，是咱的心情是应该爱欢喜，还是爱烦恼咧？爱自信，人爱自信。嘿，讲实在吼，人定讲今日的乌克兰，你两个无好啊，我就欢喜安尼。嘛毋是，咱都是爱谨慎，爱小心。咱毋是讲啊，因关系好，咱就烦恼；啊，因关系歹，吼啊，咱就安那，毋是，咱爱靠家己。咱定有想讲啊，要靠美国人安那，要安那啊，其实家己的问题爱先解决。咱有足严重的能源的问题，咱有严重的人才的问题，咱有各式各样经济的问题，咱嘛无够自由，无够开放。啊，咱若愈较自由，愈较开放，甲不只是美国，甲欧洲世界各国，嘿，咱的经济爱更加融入世界，啊，甲咱家己的利益甲别人的利益绑做伙。安尼，人才会讲，为什么台海的稳定、台海的和平是全世界的和平甲稳定？啊，绝对大家袂当接受啥？中国甲台湾摕落来。我感觉这是即马 G7 吼，大部分国家的，就算像俄罗斯这种国家讲吼，台湾是中国的，伊心内真正中国摕了台湾，啊，这个世界变啥？啊，中国真正变做亚洲真正的霸权啊嘛？啊，大家敢会当接受？其实是袂使的。哦，所以唔那是大节点啊，余将军，你感觉？其实哦，咱要看美国台湾跟中国三边的关系哦，大家爱看真清楚啦吼。像头拄有讲到讲甲迄个阿扁的时阵啊，其实台湾的对美国甲中国之间的迄种关系啊，两边拢无处理好啊。这原因就是因为结构性的关系，因为当阵的克林顿吼，伊是对中国也个毋望。讲伊的经济改善了啊，会变到民主化啦，等等等等。结果即摆已经，川普已经看甲足清楚的嘛。啊，伊当阵是美国人认为佢讲对中国有经济利益哦，所以甲美国甲中国的各种关系，迄个军事、经济、外交拢足密切。所以当阵台湾人认为讲是 trouble maker 哦，因为阿强啊，甲美国拢无希望讲吼台湾啊。破坏因之间的迄种关系，甲美国的利益。不过今麦无共啊，今麦以前台湾是吼变到美国的负担，伊要做咱安全的保障者哦。那今麦毋是，今麦公亲变属主，结构性的改变，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已经根本上的已经变成敌对的关系。你看伊对外交、经济、军事各方面的专门的围堵，这个表示讲。美国人即摆已经看清楚啊，甲阿强啊之间迄个霸权的争斗吼，伊连迄个哈佛的 Graham Allison 啊，这教授伊嘛是讲啊，美中之间势必一战，是讲这战争是要经济、外交、军事，还是武道还是热战，还是讲咱讲经济的战争、科技的战争，啊，这即摆已经伫发生啊，所以讲等这两只大枪已经对决啦，歹势。咱边仔这个国家吼，你是无迄个选择讲啊，我要
两边拢有好处的。所以一寡国内这个政党的人拢讲，啊，这两国咧相达吼，咱来顶距离，顶距离敢有可能？嘛，唔是顶距离啦，即马你就是吼爱选定啦。你看吼，为南韩啊那个韩国上明显啦，伊经济要靠中国啊，迄个军事安全要靠美国啊，即马呢，即马规个变倒过来。日本唔免讲，菲律宾呢？你看，从迄个杜特蒂甲即卖迄个蹦蹦啊，这个马克思嘛同款啊，啊那，因为美国即卖大陆中国就是我美国的敌人，伊哪有可能啊？你边啊，甲美国有即个合作关系、安全关系国家讲，哦，你搁较安全要靠我美国啊，迄个经济要靠中国啊，中国即卖经济嘛袂使啊，所以讲吼，即卖。大家爱真清楚讲吼，未来这个大国的政治之下吼，台湾讲实在吼，咱明哲保身吼，啊，你爱选对平，即嘛毋是讲你还阁有迄个总理的机会，甲迄个选择无啊？啊，若有人伊个韩国，人比日本，人菲律宾啊，其他连印度啊，一向是拢中立，伊嘛参加 QUAD， 迄什么原因？迄个是大家。其实就是看到讲，迄个极权的迄个国家吼，你看迄个俄罗斯的普京，啊小小啊，摕到迄个克里米亚甲食落，佫袂满足，啊忽然间想要拍迄个乌克兰，就想啊，伊的边仔的幕僚甲伊骗讲，啊3天若摕落来，2礼拜吼，规个乌克兰就变安尼啊！啊，即摆大家惊的头拄仔讲啊，即摆上惊就是迄个习近平吼，即摆共款啊，伊嘛做皇帝啊，边仔人嘛会甲伊骗啊，啊若搭一工伊戆去人骗去讲。啊，拍台湾3天就摕落来啦，2日今仔日拍，咱后礼拜伊就到迄个台北啉茶啦。即摆就是惊伊个惊吼，伊去误判。啊，咱台湾人其实讲，即摆对咱上有利的，你嘛爱强调迄个有迄个实力、经济力、科技力，啊，搁迄个军事力，较保障台湾的安全呢。你即摆你搁是要全世界即种围堵中国，啊，你搁讲我要甲中国改善关系啥？啊！你毋是家己找死，你毋是家己找打死打命，对到底啊无毋对。咱台湾哦，其实讲实在头拄啊嘛有迄个专家伫讲啊，你即摆做啥吼？你美国人就讲啊，台湾的存在就是对中国来就是红线啦，伊就是。钟老师讲，你做啥物就拢红线。无毋对啊，因为讲实在，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，足成功的，啊，这对中国的。存在是巨大的威胁，因为中国人伊讲啊，阮中国人无办法接受民主制度啦，民主制度无适合阮啦，啊，阮集中力量放大势啦，阮有阮的制度优势啦。结果全世界即摆拢看台湾讲，啊，咱台湾嘛做比你较好 ，COVID-19 防疫嘛做比你较好，经济嘛比你较好，啊，伊个晶片战略。人嫌讲啊，你小小的岛啊，才2000多人啊，尔我一个上海就强要3000万。啊，所以讲啊，这个叫做即马吼，这个世界你看乌克兰甲俄罗斯，迄毋是你比人多人少啦，迄个比讲上有迄个科技哦，上有迄个全世界的支持啊。那乌克兰，你看军事实力啊、人数、兵力拢差，俄罗斯差遐大，啊，像那种拍甲强强棍。全世界拢徛伊。安尼，即我嘛同款问题要来请教李老师。李老师，你感觉认为讲，咱台湾敢有可能甲中国、甲美国来保持顶距离？这种论调啊，这种方式，敢有可能？我甲其他专家吼合者有看有一点仔出入啦。我是感觉讲哦，台湾吼，当然你讲等距，甲美国甲中国大陆维持等距。是无可能，啊，毋过咧，咱甲美国维持对我来讲啦，咱台湾本来就甲美国较晚，咱本来就甲台湾本来甲美国本来较晚，咱甲中共咧，你会讲即个距离会较远一点嘛？啊，毋过咧，你一定爱甲伊维持一个上少是卖大家起破面的即个局面。迄个普瑞泽，大家拢知影。足熟的，因为普瑞泽吼，一世人拢咧研究美中台这三边关系，伊就讲起啊，台湾唔通想讲吼，美国甲中共关系恶化时阵，台湾就有好处。迄若面对这个美国
中国这个关系紧张的时候，你台湾搁要谨慎，因为有可能台湾有去用牺牲的一面。啊，伊直直在提醒，所以咱实际上是这作为要安怎用？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咱甲中国大陆弄门，但是伊就不爱插咱啊。迄无要紧，咱就继续弄。哦，继续啊，继续甲弄，继续甲哭。因为问题，你就讲维持一个上低限度的这个交往。因为这个上低限度的交往，唔是讲咱跳落去就讲啊，咱我是有听到消息讲，咱有一寡基金会哦，已经对方有来弄门讲，来哦，你来参访啦、交流啊。但是上无，譬如讲香港，咱香港的办事处，到即马无一个人呢。叫咱落来签迄个一国两制安尼。当然，你讲这对习近平来讲，伊这习近平伊这伤这伊的红线。对，这伊红线啊，当然。红线遮济，咱是要安怎用？当然，你应该讲啊，你若为着两岸的关系好，你就莫逼阮。老师啊，你有公开呼吁这习近平讲，你拜托你红线唔通啊做，你也唔是你最元老啊，遮济红线。因为对因来讲啦。伊当然大家都想讲，伊一定会讲，着咧，即个伊个会搁较进一步嘛，得寸进尺，这有可能。啊，问题咱若只要家己的底线打掉的吼，伊其实伊搁安怎伊嘛无法度。但我想国民党可能嘛三无章讲到底要对倒开始甲攻门呢。当然啦，对于国民党来讲啦，国民党是感觉讲，两岸若属于中华民国即个底线。啊，老师是毋是按时讲？若是讲国民党执政的话，一切都无问题。我应该你讲啦，我个人认为是讲吼，因为即马每年若站在国民党定个选调好啊，即个两岸关系嘛春暖花开。啊，毋过嘛无可能回去马英九迄个时代，其实讲正，其实嘛无法度，因为咱即马两岸关系啊，台湾台美关系。啊，甲美中的关系一直拢有改变，所以这个改变呢，对咱两岸关系未来两岸关系一定有影响，嘛无可能像进前安尼，因想要大家为着经济啊，大家拢会安怎？因为无遐简单啊，即马变无遐简单啊。一去不在啊，无可能啊，无啊，你讲一句，因有可能讲啊，恁莫甲美国合作，啊，恁甲美国莫想啊我。啊，问题咱为着安全，无可能，因为对咱来讲无可能，因为美国，因为我甲因对话咧交往的时候，我嘛甲讲，恁希望讲美国离开台湾哦，莫插这个台海这个事务哦，我讲无可能，因为美国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安全的保障，美国伫遮，台湾才有迄个自信，要甲你交往。你安尼甲讲，伊敢会听？因嘛是因有听入去啦，有理解啦，有理解啦。啊，问题因当然啦，因官员是安那想，因嘛无度去主动。问题因有甲因的话，甲阮的话甲因讲啦。因嘛知影啦，因嘛知影，美国无可能离开台湾，美国嘛无可能离开台海。吼，啊，美国看是讲，你台海即个两岸的即个问题，一定爱用和平的方式。来解决，你任何一边。这讲起来敢若念经呢，安尼念了多年安尼。对于美国来讲，这是伊的底线。你然讲这嘛是红线啦。其实这嘛是美国的红线。但是伊刷来，咱这我要请教姜老师吼，即马佫刷来佫讲吼，讲咱是毋是要来研究讲台湾要纳入到亚洲的这个核子保护线？哦，这个核子保护线吼，到底是啥物物件？你甲讲咱观众朋友听。核子保护伞哦，就是讲，美国会甲咱屁股啦。啊，若是讲阿强要对咱核武还是安怎？美国就会以核武来反击。攻击。讲白话就是安尼啦。啊，不过我讲这还有很大的距离啦。头一个，咱甲美国连外交关系拢无；第二个，咱嘛毋是军事同盟国，以核子伞。无讲遐简单，因为你卖迄是阿强啊，阿强嘛是全世界第3大的核武强国，对啊，所以讲伊即马阿强嘛极尽全力，根据美国古年的国防中国军力报告，中国预计在2035年
它的核弹头啊，会到1500颗 ，double 比今嘛个 double 个较济。阿共要那么多核武冲啥？当然嘛是对美国嘛。所以讲你今嘛讲核武保护伞讲要 cover 咱台湾，当然啦，当美国涉入台海冲突的时候，美国跟中国是按照话要怎么打？坦白讲啦，我们能够做的很少啦。当然，这时候有可能按两边按战争的逻辑，按就是讲你上不爱赢嘛，按上不爱赢，按当然到时候最后大家的绝杀的武器王牌都会提出来的核武嘛。所以在这时候可以来想象，我们用想象的。美国为了要赢取战争的胜利，有可能把核武，当然中国也有可能核武，可是这都不是咱台湾会使讲的控制，这绝对 out of our control， 绝对不是啦。不过，所以我说，咱在看这件代志，要从2个角度上面来看。好，咱台湾到底有没有可能来就讲咱跟美国变成一部分就你今嘛。在目前没有军事同盟、没有外交关系之下，机会不大了。攻北卫，不过当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，美国挺咱台湾，导致中美军事对抗的时阵，迄当阵变成美国跟中国的军事对抗，迄当阵都有可能双边基于战争的逻辑被拍赢的时阵。要透过战争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的时阵，核武当然就是双方的一个选项嘛。好，所以我说你要分这2个层次来看，你买个混在一起来看，不，你也看不，所以讲这是有嘛是无，所以答案是安内啦。你为现在的我刚才讲，纯粹从军事同盟，所以很主席是不可能。麦公，我永远不会说不可能啦。机会不大，机会不大，对啦，机会不大啦，因为实际上面现在但是呢，真正发生的，真正若发生，美国前提是美国若涉入战争，真正跟阿强啊拍起来时阵，好，真的有可能，因为对阿强来讲，伊即马军事，特别在海空军上面来讲，大家不要想即马阿强啊海军有几百艘的那个军舰，比美国军舰都打战。不是讲你人多就赢啊，这无这款代志嘛。所以讲，到时候有此一说阿强啊，就是其实跟俄罗斯，俄罗斯他开始跟美国跟北约，他是首战集合战呢。为什么安怎？因为一知影伊传统武器怕别人，所以一被首战集合战的用意是什么？就是要让拥有军事优势的人。不能够以军事手段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，不能够用军事来进行政治勒索。老师，那如果安尼，我真天真问一句，咱会当甲美国甲中国讲，恁就做好心的，恁就唔通甲阮拉入这个什么核主的这个保护伞，我免，恁若拢卖用，这听起来嘛无可能嘛。这无可能啦，我来讲咱即马看中美关系安怎发展，好。台湾问题，咱即摆讲台湾问题国际化，安怎做？这东西战略环境的变化，这唔是咱会使做的。不过咱会使做的是啥物？咱家己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，就像到时候战争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像乌克兰一样，展现我们抗敌的意志跟能力，来赢得国外的一个尊重。那人家就会来支持，好，这就是我们能够做。他都大家拢讲咱底线，美国底线是两岸和平解决，中国的底线是两岸一定要统一，这要清楚讲清楚哦。中国的底线，两岸问题是两岸一定要统一。咱台湾的底线是啥？今嘛来看，咱台湾底线就是中华民国的主权啦。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这就是咱的底线。不管这个中华民国，你国民党讲是定义是啥，可能大概定义无同。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是就叫中华民国的，就是咱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，这个底线没当失去，
对，我想这应该是超越党派，应该国民党要不一选他们总统，伊就选特首尔嘛，对吧？但是这听起来这完全咱不可控制。第一嘛这咱不可控制。但是咱敢有可能讲在事情发生进前，卖互往这个情形来发生？林老师，你感觉敢有可能？就你头讲个啦，咱即摆咱发展的就是咱尽量咱家己的问题解决这咱拢知。但是呢，看到这这猛猛的威胁，这是要安怎来想？我先讲一个代志啦，就讲即马台湾变啊足热闹，足侪国外的学者来台湾，来阮学校安尼来演讲啊，讲交流啊，不只是来东海啦，足侪所在。因来拢甲我讲一件代志。因讲伊甲因朋友讲，因要来台湾因朋友讲去笑，有啥物台湾要战争，你阁要去台湾？毋过因遮人来到台湾，拢发生无可能的战争，就短期内无可能有战争。所以这要讲一个代志，讲咱讲战争讲到遮欢喜，其实咱离战争足遥远的。毋过咱对传统的战争爱理解，这是认知作战。阿公都是爱互咱台湾，爱互全世界知影讲。战争是可能的一旦战争发生，台湾就温书美国人袂来。一旦你相信战争是真的，你就想讲安尼要安怎？所以伊嘛无要所有的台湾人拢相信。伊讲一部分人，互你相信讲，咱即嘛无接受伊的主张，咱就会害。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伊为虾米人会信？伊是真枪实弹的，互你知影伊有迄个能力，伊有迄个企图心，伊有迄个作为。所以，咱想看卖，为虾米乌克兰战争拍到即嘛？普丁威胁几遍讲，伊要用战术核武，敢有用？无用。所以，咱嘛知影中国甲印度伫边界发生冲突，嘛是用狼牙棒，连庆忌拢唔敢。咱就知影战争的可能性，即嘛来讲。一旦你对台湾到最后是用核武的解决时阵，这个世界就无啊嘛，这是上基本的了解。老师，你他讲到一个名词认知作战。那么就认知作战这个范畴来看，咱面对中国，伊咧甲咱认知作战的时阵咱台语俗语咧讲伊甲咱增效，咱嘛要甲增效转去。所以咱是爱认知讲，我有信你，讲要来战，还是讲我完全都无爱信你。咱爱应该对国内即个所有的同胞来讲袂战啦，还是讲真正，譬如讲蒋老师啊，是易将军啊讲，咱来做好上好的准备，万不能上安尼，到底是应该多一种？因为当然是第二种，咱爱做好准备，因为咱知影，拄啊足侪老师拢讲的，伊想要爱台湾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代志，不管你是啥物党，不管你以后安那，伊有一天伊有感觉伊准备好啊，你袂使啊，伊就要来啊。这是不管什么政党拢共款，今日中国不管有什么演变，因嘛是要爱台湾，所以咱一旦松懈啊，咱就危险嘛。所以咱虽然知影战争是无可能的，伊虽然袂当来，毋过迄是咱要有准备，你无准备，你就是拍开门讲来啊。所以无可能讲，因为知影因无要来，所以咱就放弃，就免准备，像以前安尼，甲征兵制变成募兵制，对不？迄都规个拢乱去啊！即马上惊到啥？伊啊故意降低台海的迄种风险，故意降低台海迄种紧张的局势，安怎感觉？即马安吗？突然间来理解，你都害啊！所以咱最怕就是降低、失去警觉性，这是不管以后。所以我来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，譬如讲即马。中国突然间甲你讲，无，阮即摆我甲你你乖拢袂甲你处理，咱就相信。咱敢有遐戆会去相信？我感觉咱无遐戆。我是无遐戆啦，但是我就是唔知咱国内的人，一定有人遐戆。嘿，就是对中国有幻想嘛，讲咱和平协议签啊，咱就安全啊。咱历史上和平协议到一届有效的，我唔捌看过。易将军你安怎看？我感觉咱看伊伫听伊伫讲啥，咱嘛爱看伊伫做啥啦。你看，核子武器的问题其实像那周围的国家，大家拢足谨慎的，足紧张的。你来看嘛，阿强啊，即马
大陆中国即马有核子弹头345粒啦。啊，问题就是美国的卫星哦，佮发现讲伊对迄个新疆、哈密啦、玉门啦、内蒙古，哦，继续多咧。迄个吉兰泰加迄个哈金班纳，总共啊新建300个迄个发射器哦，发射井。啊，这个是哪要发射东风41？啊，东风41吼，咱讲实在，头拄仔迄个钟老师有讲啊，以前啊。到尾啊，人家出估啊，已拥有1500枚核弹，因为迄300枚吼，每一个东风41有4粒核弹头，所以300枚，所以1200，所以讲伊买甲1200粒，啊，即马有300几粒，所以1500几粒啊。哦，要求贵。对啊，啊，咱借问一下，伊若无要使用核武，啊，伊建设发电啊，迄个存量这么济是要创啊？因为足简单嘛。伊个看到迄个俄乌战争，俄罗斯啊用首战即是核战啊，结果北约国家大家拢唔敢入来，所以这唔该可是阿强啊，伊即嘛迄个胡锡进进前嘛讲啊，你日本啊敢干涉我哋先用核子弹甲你拍，澳洲伊嘛是甲澳洲威胁啊，第一时间就要用核子弹甲讲啊，所以讲吼，各个国家之间尤其迄集权国家吼，迄唔是用咱民主国家的思维讲哦啊，咱莫甲你惹，咱莫甲你啥哦啊，你过个对我。无迄落代志，伊要国家的发展哦，拍台湾伊免甲1500几粒的核弹，伊毋是把拍台湾尔，伊嘛是要拍美国，伊个是专要争夺吼世界霸权，共产主义就是扩张主义，就是国际啊这个共产主义就是要最后伊个无扩张，伊个是灭亡。所以讲，这是安那讲民主国家大家拢这样坚信啊，对咱台湾来讲哦，这个。所谓核子保护伞其实有几啊定意义啦。台湾早有核子保护伞过啊。57年，朝鲜半岛都建军完了，迄个毛泽东准备要用武力拍台湾，啊美国哦看情势无稳，所以1957年12粒的迄个战术核导弹 NGM 一型的叫屠牛式战术核武，拍1000公里的。啊，总共12粒，啊，一粒啊，伊个吼，核当量是5万吨，哦，啊，你看1957年伊部署了啦，阿强啊，19年一直到1974年，拢唔敢毛泽东伫咧，拢唔敢动台湾，因为你有核武嘛，迄个核子武器，开玩笑，核子武器是用来阻止战争的发生的，所以这吼对世界和平。大家爱真了解讲，咱用核子武器，唔是要摕来共拍，要发动战争，叫人卖拍，唔是啊！你的敌人知影讲，我有核武器，你无可能拍。啊，咱讲哦，迄个核子保护伞哦，其实足侪种的。你看有迄个炮弹型的哦 ，W48，迄叫3000吨的核弹，迄美国还用咱156个会使拍，射程啊70公里到120公里，我拍袂到你大陆啊！啊，问题你若要2栖登陆啊！我个甲你，迄舰队吼，你所有舰队拢无去。啊，迄个是啊，迄个是阿强啊，知影讲，哦，你若要安尼做，你要付出足大诶牺牲哦。啊，你敢要去试看卖？这叫做吼核子保护伞最终的目的。合作，合作啊，伊个避免战争的发生。啊，我头拄讲啊，另外嘛是所谓伊即马上新建的叫做迄个 B612哦，迄嘛可以咱 F16有办法发射。啊，咱讲哦，核子武器是真敏感的问题哦。啊，问题就是有足侪策略卡运用嘛。咱要怎讲？核武内底有一种叫做吼，核子武器的迄个骨牌效应。咱所有第一岛链哦，你来看啦，台湾免冲第一个啦。韩国即马开始紧张，开始部署啊。伊即马名义一直讲我爱有迄个核武器，因为迄个北韩一杠杠哦，就迄个射。还用核武器威胁南韩，所以伊因时也毋甲走去华盛顿，甲美国签迄个华盛顿声明讲，好你美国不爱我发展核武，啊你给我提供核子保护伞。啊问题是讲，美国即马已经答应啦，伊的还有核子攻击潜舰要这个经常来巡弋的南韩，啊伊嘛可能派的战略。所以老师你的意见是讲，咱也会当来甲伊签一个。唔是讲你要签无要签的问题，迄个是你第一岛链吼骨牌效应啦，走袂去啊。
南韩哦有了，过来就是日本嘛。日本看你中国发展千几粒，伊甲伊个咧，伊个为了战争的世仇，伊免讲嘛会错啊！你看，像那人去安倍讲吼，伊第一个跳出来讲爱核共享，伊就是看出来讲吼，阿强的军事力出来，乌克兰的代志发生了，大家拢讲哇，这个集权国家佮拥有这么多核子武器，大家无团结起来对付伊，大家拢起来算计。这个是你看日本，包括即马岸田，迄种对广岛拢足反战的，反对修改和平宪法，拢不爱发展武器啊，像那即马，迄国防计划一直讲落，武器一直买落，迄个是拢爱做最坏的打算，最好的准备。日本，我想南韩啦。所以，李将军，你有同意姜老师所讲，其实在现阶段为止，咱是应该，咱连国家都唔是，咱无可能来加入这个保护线来。无可能啦，唔是，我是认为伊讲的跟我的看法无同。我认为是吼，这当面哦，这时事一来吼，你看第一岛链，美国即马就是讲，第一岛链小北约组织，就是讲你阿强的迄个。你军港国家时间若到就会变安尼。无唔对，因为这个是讲你阿强的核子武器的数量越来越大。美国吼讲实在，伊是无愿意讲伊的第一岛链吼，大家拢核武。问题就是阿强愈来愈济，要哪办？只有提供核子保护伞，无可能。你若无提供核子保护伞，大家拢要发展核武器啊。对美国来讲，伊当然无希望讲。干那一步啊？无唔对。你台湾有后一个就是菲律宾啦，所以第一岛链吼无可能有破空啦。这若讲吼，所以讲咱讲主动权是对阿强啊。你一感觉唔系个核子武器一直滴吼发展，一直滴吼制造，免讲大家国家即周边的国家，是安那会规个拢变过到美国这方面，就是你的威胁性，你的军事的侵略野心愈来愈大嘛。这个台湾吼，一多管的拢无啦。你讲你台湾，但是咱嘛叫用带水呢。这嘛真麻烦呢。所以讲啊，这个是讲咱大家看清楚这个局势了哦，什么方式、什么选择对咱台湾有上大的保障，咱就是爱做正确的一个选择。李老师，是啊，这确实，因为对中共来讲啦，其实伊发展核武吼，伊从主要目的其实唔是为着威胁伊周边的国家啦。因为对伊来讲，伊若踮咧周边来发生这个核战争，这个情报对伊来讲，伊家己嘛有影响啊。伊主要是安怎？伊发展核武的主要目的是甲美国争霸，因为伊发现到美国甲俄罗斯拢是两个国家上济嘛，俄罗斯有五六千，美国嘛有4、5千左右嘛，所以对因来讲，我若要甲你竞争，我们甲你相抗的时阵，上主要我来准备偌济，上少我准备偌济，甲你用去抗衡，甲你抗衡的这个时阵呢，你就一定要甲我好好讲话，比如讲我嘛有这个实力，用去甲你反击嘛。哦，这个时阵，比如讲这个核武器变成相互平衡。譬如讲像姜老师还是余将军所讲，咱立伫这个核主的这个保护线。今麦来讲，有人讲哦，这个会有口唔通。但是姜老师的意思是讲，咱都无可能啊。今麦对台湾来讲是无可能，因为吼，对美国来讲，因为台湾正要变讲有这个核武战争的这个，甲核武战争这个距离吼，伤遥远。伤遥远。咱也是卖较复杂较好呢。确实啦。姜老师，我头都要讲啊，哈，讲机会渺茫啊，目前啊，哈，这当然关键是今嘛台美无军事同盟关系。是。你乃大家只要记得哈，在95、96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啊，中共解放军的就一个，我记得是他们国防部长还是总参谋长哈，他就讲他不相信美国愿意牺牲洛杉矶来换取所谓来保障台湾，这就非常非常有名，有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啊。基本上他就是对美国提出所谓的核嚇阻，嚇阻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希望你不要做我想啊，就是我要偷呀，对你的我讨厌的事情。好，
阻止你来做这件事情。所以说，其实核子武器啊，到目前为止有使用的，当然也只有在二次世界日本的时候。那所以其实核子武器最后产生，就会让大家觉得什么？传统的克劳塞维兹讲的，战争是政治的延长，战争就是达到政治手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勒索的一个工具。简单来讲，核子武器的发展就是让这个逻辑取消，让大家能够让不要战争。所以有一个理论，对，所以有一个理论嘛，大家只要都有核武，这世界天下太平，因为大家就不会想要打战了，因为打战都是大家一起死嘛，所以你也不得不坐下来谈。那可是实际上面核武的一个发展，我们渐渐来看。